谢台湾人民，让台湾的民主，搁再一摆得到胜利。这是关键的时间点，人民伟大的决定。来树墩，来龙潭，来北桥，和平决定。咱用选票和平来移转政权，嘛会用和平解决台海的问题。 就政府和咱汇报，就咱苏三省在海家对这问题之外，无出来流血，跟住后生你要爱我接受一国两制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安尼才会当确保台湾的安全啊！我是要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，毋是投降解决。这若签落去，台湾敢阁会有民主甲自由？即阵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，拢是中共逼咱选择的。和平协议若唔签，黄连公因后事就会死。尤景婷，你无通选择，因为伊是阮后生，我嘛无通选择，因为我是台湾人。